了。干嘛呀？我要回房间了，你赶紧穿好衣服，别感冒了啊。你别动，去洗澡。啊？你头发上沾上烧烤酱了。那我回我自己房间洗啊。怎么了？我房卡不见了。你就在这儿洗吧，我去穿件衣服，去前台帮你办卡。镇定，周晓，不就是洗个澡吗？你可以的。周晓，周晓，啊？干嘛？你身份证带了吗？啊？但是我放在房间没带。啊？那怎么办？要不你先出来吧。啊，那我马上就来啊。啊。怎么了？你等一下，没什么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哦。我好了。要是没有身份证的话，那就只能是。十九。你干嘛？敌不动我不动，敌若动我先蹦。我只是关灯。你关灯干嘛呀？关灯睡觉啊。不睡觉。